立法會議員黃定光係林肯大學嘅榮譽博士，從來未香港收過一分錢，我覺得我係受騙者之一啦。我查下先啦，我咁多，我菲律賓又有嗰個理工大學又有好多間。真係唔知喎，你就問翻我轉頭，我都拗晒頭。你係今日同我講，我先有留意呢件事嘅。今次我都係上多課啦。佢哋5個人同香港其他知名人士一樣，分別獲得美國林肯大學同加拿大特許管理學院嘅榮譽院士同榮譽博士銜頭，認證佢哋夠資格攞到呢啲榮譽嘅，係香港一間叫做亞洲知識管理學院。亞洲知識管理學院2001年成立，官方網頁介紹係世界第一間發展有關知識管理認證標準嘅專業機構。點先可以獲得榮譽資格呢？學院會主動邀請社會人士申請，有院士、榮譽博士、榮譽教授可以揀。填完呢份網上申請表呢，就要經過評審。我哋幫其中一位獲邀人士打電話去查詢，職員話評審唔使錢，但係接受榮譽資格就要俾行政費。院士個費用就98,000蚊。但係有冇話博士或者教授會貴啲定係點㗎？會嘅，一定會㗎。另一個職員就咁講。我可以咁講，坦白啲咧，就如果假如嗰位企業家係冇乜任何嘅榮譽資格嘅咧，大部分嘅人係院士加博士，加邊多啲人嘅就譬如用博士或者教授噶嘛。另外嗰啲咧，我哋係donate俾大學㗎。邊間大學啊？林肯大學。你知唔知林肯大學係咩嚟㗎？林肯大學佢個名就好大，係世界知名大學添。根據林肯大學嘅網頁，睇到地址喺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市一條大街嘅 Energy Centre。用 Google 搜尋，發現 Energy Centre 係一座商業大廈。再搜尋大廈嘅租戶名單，校址所在嘅230室係一間律師樓。我哋問過路易斯安那州大學評議會，佢話林肯大學並冇註冊，唔可以頒授學位，亦都多次觸犯法例。因為一直揾唔到負責人，已經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另一間頒授榮譽院士同埋教授學位嘅加拿大特許管理學院，校址喺溫哥華。我哋實地睇過，而家係一間家私鋪，以前就係會計師樓。我係幫佢收信嘅啫，就學校從來唔喺度嘅，唔喺度。我哋問過加拿大專上教育部。They're not authorized to offer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or training in British Columbia. They're not certified. They don't hold a designation certificate from us. 黃定光、鄭成龍都話佢哋冇俾過錢，係對方主動俾學位佢哋，亦都冇主動用過呢啲銜頭。鄭耀棠話太耐唔記得，盧文端就話要查下先。西貢區議會主席吳士福話冇用過銜頭，但就承認有俾過錢。當時好似係咪約莫20萬？我哋都唔係話因為有榮譽而俾錢，即係問題係覺得發展教育，所以我咪俾錢咯。有線電視記者楊良傑報導。亞洲知識管理學院同聲稱頒授學位嘅學術機構背後都有同一個關鍵人物。學院話自己係非牟利機構，但每年都會將千幾萬管理費俾咗一間關聯公司。由楊良傑繼續講下。頒授呢啲榮譽銜頭嘅係美國林肯大學同加拿大特許管理學院。邊啲人有資格攞到學位呢？就係由喺香港嘅亞洲知識管理學院負責認證。呢間亞洲知識管理學院嘅創辦人叫廖雙坤，加拿大特許管理學院其中一位註冊董事，英文拼音亦都係廖雙坤。林肯大學又點呢？根據亞洲知識管理學院嘅文件介紹，林肯大學嘅學位得到5個專業團體認可。呢5個分別喺美加嘅專業團體，我哋透過當地公司查冊系統，發現全部都有一位董事，英文拼音都係廖雙坤。廖雙坤2001年創辦亞洲知識管理學院，學院網頁話佢哋係非牟利機構。我哋揾到學院嘅財務報表，2018年佢哋嘅主要收入來自榮譽計劃，有1100萬，連同會費同埋活動收入，全年總收入超過1700萬。當中有1400萬以秘書及活動管理費嘅名義，俾咗一間叫做 Knowledge Base Limited 嘅關聯公司。董事叫韋志偉，同樣係亞洲知識管理學院嘅董事。兩間機構嘅登記地址亦都一樣。呢筆俾關聯公司嘅管理費金額年年唔同，但係我哋發現過去4年學院收入多啲，管理費就會高啲。
黃定光曾經係亞洲知識管理學院嘅常務院長，2017年辭職。我係好震驚嘅，將來如果係出現違法嘅事呢，我必定追究。咁佢當初點解會做常務院長呢？當陣時張晉生副社長、新華社副社長都有參與佢哋嘅活動。咁既然係咁樣呢，咁我亦都接受咗佢哋邀請。實際運作呢，我係冇參與嘅，亦都喺嗰選呢就可以講係冇任何嘅金錢上面嘅利益。我哋去亞洲知識管理學院揾過廖雙坤。如果有懷疑，你可以報警。佢拒絕接受訪問，亦都冇回應我哋嘅書面提問。有線電視記者楊良傑報導。亞洲知識管理學院聲稱有7位諾貝爾獎得主係學院嘅永遠榮譽院長。楊良傑揾到其中3位問過。亞洲知識管理學院網頁入邊嘅宣傳片有前特首梁振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同埋全國政協委員高永文等。網頁仲顯示有7位諾貝爾得獎人擔任學院嘅永遠榮譽院長。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庫爾特維特里希透過助理回覆我哋話，2016年嚟過香港2日出席活動，之後冇再同任何香港機構聯繫，亦都唔知道自己做咗榮譽院長。08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采爾豪森就回覆話，15年應學院邀請嚟香港出席頒獎禮，但係就唔知做咗榮譽院長。0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艾達尤拿特就話冇回應。學院另一位榮譽院長係佢。胡力威同時亦都係加拿大特許管理學院嘅榮譽教授，佢話唔回應事件。學院今年9月都有舉辦頒獎禮，最新獲頒榮譽博士同榮譽院士嘅有華記茶餐廳嘅老闆楊官華同埋前港姐張瑪莉。有線電視記者楊良傑報導。報道中提及過嘅吳士福已經報名參選今屆嘅區議會選舉，同區已經報名嘅仲有梁顯恩。